老总去看面相，相思讲嘅，你有血光之灾，但係你唔是驚，係有方法化解。你今半夜尋隻太陽嘅妹仔陪你睡，就冇事了。老總聽到一頭霧水，相思就講：你冇聽過逢凶化吉咩？好啦，天一熱呢，老總頭破血流來尋一隻相思算賬。你要講逢凶化吉，係尋每一周續有嘅款夫，尋兩隻太陽嘅妹仔陪捱睡，雙倍包裝，結果還係有事。隻相思就同老總講啦，唉，兄弟，你冇聽講過凶多吉少咩？徐建妹，嗱兩碗二十蚊條。而講嚟聽啊！以前結婚同今日結婚要買款劈。哦，以前結婚東西冚唪唥都係 Q 嘅，只要新娘係新嘅。今下結婚東西全部都係新嘅，但係新娘係 Q 嘅。Q 嘅係冇相干啊！新家係貴到愛死啊！真煩死！靚仔，而家2年唱乜雞？唱一朵花。花？張後言。人講2年唱乜雞？20歲2年唱一粒足球，幾十年再加會唱。30歲呢？30歲嘅2年。唱籃球，10幾年出嘅會搏命唱。40歲嘅呢？40歲嘅年唱乒乓球，一隻人推過來，一隻人推過去。係50歲要兩邊？50歲嘅唱高爾夫球，要兩邊？有幾人？大幾人來？靚仔，你知道餐前唱乜雞冇？唔知喎。餐前就唱便秘嘔硬屎，要兩邊？出就唔出。罰錢就叫嘔力度，要按壓就按壓。最嚴重嘅係工錢啊！要兩邊？工錢就好像太姨媽，你就一張禮拜，一隻禮拜就冇晒咯。嗱，其實做人呢，我睇過斤斤計較，錢多錢少，夠用超效，人長人靚，順眼超效，人老人少，健康超效，家貧家富，和氣超效，誰對誰錯，理解超效，所以人生世界是平安超效。來了。